你好，外卖到了，这个有门禁，我上不去，您下拿一下好吧？小哥，我得要2份，都是你接的吗？2份都是我接的，怎么了？不用送了，那是给你点的。给我点的，不是这么多我也吃完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，吃饱了帮我个忙可以吗？哦，帮忙啊？什么忙？您说？就是我出差好几天了，家里养了一只猫，可以帮我去喂一下吗？哦，喂猫啊？那需要买猫粮什么的吗？不用的，你人过去就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但是咱这边还让带那个计册，这个也是给我的吗？计册不行啊，他不能给，让外卖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计册你放桌上就行。哦，行，没问题。待会你记得帮我把猫喂饱一点啊。哦，行，保证给它喂得饱饱的啊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不发财了吗？这么多好吃的，这人也太好了，嘿嘿嘿嘿。